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如果我而家同你講，喺我哋有生之年，最遲2045年 AI 會靠自己嘅智慧獨力解決人類幾千年嚟最頑固嘅噩夢，癌症、愛滋病、阿茲海默，甚至連衰老本身都一併 KO， 令到人類平均壽命衝上150到300歲，甚至只會因為車禍墮樓先死。你會唔會即刻話我癲咗？但係我今日要同你講嘅唔係科幻，係2025年12月呢一刻，全球最頂尖嘅生物學家、AI 研究員 Elon Musk、David Sinclair、Aubrey de Grey 已經睇到嘅真實時間表。我會同你一次過拆解5個最震撼嘅問題： 1. AI 點樣喺20年內令我哋唔使死於病老？ 2. 人口會唔會爆煲到幾百億？ 3. 糧食夠唔夠食？ 4. 天災仲係咪人類最大威脅？ 5. 到時我哋活到300歲，到底仲為咗咩而活？準備好未？記得 like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即刻開始。Part 1 AI 點讓20年內 KO 晒所有病同衰老？首先，我哋由最核心嘅問題開始 ：AI 真係做得到嗎？答案係佢唔單止做得到，而且已經喺路上。我俾你睇3張2025年最新進度表。第一係已經接近被 AI 解決嘅，第二係極頑固但已經見到曙光嘅，第三係終極大佬衰老本身。衰老唔係單一疾病，而係9大機制同時失控。人類傳統方法試咗幾百年都失敗，但2025年而家 AlphaFold 已經解晒98%人類蛋白結構 ，AI 已經揾到幾千個全新長壽靶點。2025年已有 AI 設計嘅部分細胞重編程分子，將老鼠仔壽命延長30%到50%。人體埃期臨床試驗2026年到2027年就有結果。Elon Musk 同 David Sinclair 講過同一句話，所以結論 AI 唔單止能夠解決老化，而且係唯一希望。Part 2人口會唔會爆煲？好，假設我哋真係活到200到300歲，最大問題就嚟啦。人口爆煲，如果生育率唔變，2100年真係會去到200到400億，地球即刻爆。但現實係2025年南韓生育率得0.72，台灣0.87，中國1.0，全球已經崩緊。當你可以活300歲，你會唔會仲急住30歲前生晒3個？最可能嘅4個劇本。結論：2040年到2080年會有一次最後人口爆炸，頂峰達到120到150億。之後，全球生育率崩到0.5以下，人口長期下降，地球反而會由太多人變唔夠人。Part 3糧食會唔會唔夠食？糧食係另一個好多人擔心嘅問題。答案係短期緊張，長期過剩到誇張。2030年到2050年，培養肉2030年比真肉平80%，精準發酵蛋白取代50%到80%肉類。室內垂直農業 AI 優化，產量升5到10倍。中國2024年已用細菌由二氧化碳直接合成澱粉。2035年工業化。2050年之後，人形機器人加 AGI， 農業完全自動化，成本趨近零，人類食量仲會下降，好多人會自願用營養針代替正餐。Elon Musk 講過一句好經典：Part 4天災仲殺唔到人，到時最大死因唔再係病，唔再係天災，只剩低意外。我俾你睇張表。2025年全球天災年均死5到10萬人，2050年預測死少過1000人，跌到99.9%。一句總結：人類由經大自然變管理大自然。所以當 AI 同生物科技真係令我哋可以活到150歲、300歲，甚至更多，糧食多到變空氣，天災變小麻煩，貧窮同飢餓成為歷史名詞。到時人類最大嘅問題唔再係點樣唔死，而係咁長嘅人生，我仲想唔想活落去？我應該點樣先算活得有意義？我仲想唔想生仔女，將生命傳落去？呢啲先係要人類自己回答嘅終極哲學問題。你覺得呢個未來係烏托邦定反烏托邦？如果呢條片俾到你震撼同思考，記得即刻 like， 俾多啲人睇到，訂閱撳鐘仔，我會繼續更新最新進度，分享俾你朋友，一齊討論呢個瘋狂未來。我係 Mr. Fun，多謝你睇到最後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